有看到我的荧幕啊？有哈。好，这是今仔日我要讲的主题。多谢安珠老师，互我即个机会，会当伫遮甲大家分享吼。嘛希望咱其实进台语长时行，咱若准讲台语的创作，也是会当吸引一寡伊本地甚至是误会咱台语的人来做伙学习。我感觉安尼是真好的代志。过来就是讲教学爱有一个概念，就是讲。像我，因为我做过工课足济，所以到幼稚园，搁到即个乐龄，咱拢爱会晓教。因为你教学的精神，就是讲，你共款遐个所在，共款是即篇，毋过你对囡仔的教法，搁对即个老大人因的教法是无共的。这一个会晓教学的人，因为我拢是搁继续咧学，我毋是讲我足够安怎，只是讲我对教学足有热情。希望大家嘛会当甲咧做台语即项工课时，会当用较宽阔，搁有就是你就是爱先介意迄个台语，人你较会去介意教学、介意文学，你较会去互感受到你迄款热情安尼吼。我拢较用感动的方式，有影嘛是足侪人因为安尼来投入咱的即个台语的教学吼，这是真欢喜的。过来就是讲，若准讲我会当互恁的物件，我事后我就是传互即个咱即个啥物啊基金会安尼吼。好因为这是介绍，我莫用伤长，主要是大家若看荧幕就看。我即摆就是要甲大家讲的，就是讲，咱爱食一回学一回。咱做老师啊，也是咱家己咧创作啊。你有当时可能嘛是爱看互你的阅读的能力，较会当影响到你的迄个写作的能力安尼吼。有可能咱嘛是拢去欣赏别人的文章，搁有你就是世界，不管是华语的，还是任何国家语言的文学，你拢爱落去有去读着安尼，你的迄个脑神经会搁较丰富安尼吼。所以有当时我拢会想讲，我即个头壳是高敏感的吼。毋过想足侪代志，咱会整理出家己的模式，爱食一回学一回。搁有爱相信台语，因为咱一寡先辈像安珠老师，也是讲咱足侪以前就是讲写的老师，因拢真正是愈来大家年岁有啊，我嘛是伫咧年岁有啊。所以这部分咱会当尽量做，甲迄个传承落去。爱相信台语，因为大家拍拼会继续传落去安尼吼。最后一个就是讲，即个蝴蝶公主嘛是我咱来读图内底一篇文章，嘛是拢读过的文章。我就是希望讲，咱做台语的人会当逐工甲穿好水水，闭早安尼吼。做伙去，互感觉台语是一个足优雅的语言，会当去传播伊的水。而且蝴蝶咱拢是春天，我相信进前是冬天，毋过。冬天过了，就是春天啊！吼，所以咱即个语言，因为大家拍拼，咱会像蝴蝶安尼一直飞啊飞，而且是飞向一个春天，飞向一个城堡安尼吼。好希望大家欢欢喜喜爱台语。伊下底这拢是互大家看一个，就是讲，我其实拢充满感恩，因为这个机会。今仔毋是因为安珠老师伫场里，我较安尼讲，其实有足侪机会，拢是伫咧拄开始咱做别人的工课，连家己的功夫愿意去做，所以有一寡啥物就是拢去甲参加，啥物就是拢去甲做。伫迄个过程内底，像有一部电影叫做《Yes Man》，我感觉我就是一个 Yes Woman， 我只要时间会使，较远较倒位需要，我拢愿意去行。无计较啦，心无计较安尼吼，所以就是讲，你去参与的过程，你会去学习，然后会有一寡人会信任你的做人做事。咱这教学嘛是共款，家长无信任，也是讲有足侪迄个人，甚至要甲咱打压。毋过因为你的热情，佮互去了解，像即马有足侪人，咱就是讲。因后来了解，因为我身躯边的人，我甚至咱咧去顾问的时，因会较毋知影，佮会讲是安怎爱台语啊，即个无应该安怎，咱着偷偷仔讲互伊听。
后来因拢感觉袂歹哦，真是袂歹，安尼咱就成功一半，吼，愿意甲印入来。就哪像咱咧教学的是，你爱有互囡仔有兴趣，你的物件就出来啊，吼。啊，这是当初录书店，啊，书店的时，因为兴国生呢，即年岁较大，啊，毋过因为即个咱书店是规个拢摕起来，啊，我是感觉兴国生呢。就是我足敬佩伊诶吼，啊，咱当即个物件当初就是兴国生呢，也是拢安尼牵教，啊，佮罗老师一直到进哦，吼，拢是我就是拢愿意牵教咱即个后辈安尼吼，我感觉大家用因诶精神继续行落去，吼，好，啊，这是目前诶，啊，这是伊诶迄个咱来读书诶姐姐，就是我咧唱歌，吼，啊，就是拜托大家咧做台语也是生活，咱已经是咧推销一个救苦救难，咧救一个较迄个嘛无算弱势啦吼，咱莫甲家己感觉弱势，毋过伊就是一个需要大家搁去甲听身体的一个语言，希望大家先甲家己的身体、心理甲调整互好势，啊会当有咧唱歌，搁有咧迄个感觉较快乐的迄款心情。因为快乐佮健康，以前我拢感觉健康快乐，毋过我即摆会感觉快乐无压力，你会搁较健康啦吼。希望大家久久长长来迄个吼斗退煞，啊，这嘛多谢大家斗相共，啊，搁有就是讲教学有用着安尼吼，啊，这是多谢罗老师互我机会，我才有机会去诶吼。啊，这书台遐就是讲有足侪老师用。毋管是我咧唱歌，是咱咧读读，因就是这会当真正是保护囡仔读，因为咱是教学啦吼。你无一定讲用我咧唱歌，无一定讲用咱来读读。我即摆要甲恁讲的是一个概念，就是讲为虾米咱即摆出版，你一定爱有声，因为咱台语毋是像华语安尼，所以你一定要甲咱的音、个字、个声甲留落来，留落来了后，人要学习。因会当按照安尼字，这是我当初毋管是出版迄个册，我拢是用即个设想。咱需要囡仔着咧，就是安尼咧学行路的时，可能摇摇摆摆，咱就是爱去甲扶持，而且阁有咱家己上重要伫咧电脑处理，阁有足侪伫咧回袂清的所在，就是因袂晓变调的人，包括即个。咱的路名的翻译、路名的录音，阁有一寡咱听广播电台的时，因遐的广告，因就是对台语即个变调无啥清楚，所以甲咱就是即个语言会受到伤害。就因为安尼，拜托大家拢有机会出版，像我是为迄个轻声是啥物拢毋知的人，迄当阵开始对吴秀丽老师安尼学。后来，阁是家己就是讲去看册啦，啊，阁看罗老师的册，阁看足侪册，阁背书典安尼吼。啊，咱较知影讲，原来伊的规则是安尼，会去归纳出来。所以大家无定着有一天，恁嘛会出版，所以恁就是爱甲即个音甲字甲留落来，啊，阁有甲台语的一寡精神留落来。因为以前就是讲我读书台的时，清华老师的。甲迄个书台的研究所的名叫做语言文化文学研究所，所以即三项就是甲咱课纲的精神，闽南语文是结合的。以前新北市的辅导团，阮嘛是叫做乡土语文，就是有语搁爱有文，啊，迄语文是两种物件，一个是文化，一个是文学。所以你咧写作，你咧教学的时，我心内想的拢是遮，要安怎好用较简单的物件，毋是遐个事我袂晓，因为我嘛是专业级的。啊，毋过我会较想要用人看有的语言落去写，吼，啊，帮助别人去行入台语的世界。所以恁任何版本也是啥，拢会当落去，甲即个声音佮音字甲用起来。啊，当然有当时啊，我就是滚酸笑嘛，讲我会看我的册较适合美土的。毋过有人就是伊讲秀荣，我美土是看我咧唱歌，
4晚是看咱来读图，就叫我继续出讲伊要考C2，我讲好，吼，毋管是啥，拢继续爱为家己拍拼，吼。这是讲一寡管期管意来用，这是迄个咱来读图。其实我大概想的拢是遮个物件，就讲因为我较是女性的思想嘛，因为当初毋管是讲我咧写，我咧唱歌，还是啥，我感觉就是咱以前迄个越读越懂，阅读愈写愈捌即个闽南语，有3位先的，有4个人咧写，就是陈宪国老师、柯文石老师跟拿春水老师，即3个拢是我足敬重的，因即画书等级的老师。毋过内底就是因3个拢年岁较大，所以嘛感谢嘉义个嘉义老师。嘉义吼，伊就是互我机会用女性的角度来去书写，就因为安尼，我感觉嘛是替咱查某人出一寡声，搁有就是真欢喜会去影响着真侪查某人愿意出来写册安尼吼，所以我感觉袂歹。毋过因为咱即个社会毋是讲对立，咱是爱像我个人嘛，拢追求和谐，所以即个和谐内底，查甫人来看即个物件。查某人更加了解讲嘛是会安尼想，所以每一个人伫内底会看到家己的形影安尼吼。我是感觉搁互伊趣味用伫咧教学。好，这就是多谢大家吼。这是阮细汉查某囝帮我画，然后即个就是讲希望大家教学用会到的所在。我要提醒的，因为我较想就是文学，我会先想着台语文学，因为毕竟我是。家己本身较介意文学，然后我以前读文学，毋过我拢一直受教学，所以文学教学，过来是咱的语文竞赛，搁即个认证，我拢想讲，我出的册就是希望大家会当得到帮助。像即个咱来读图，才有即个刻老字，刻老字的部分，我是希望讲。你若准讲厝迄个学生囡仔无法度写遐长，其实你就会当用其中一个细细段，你莫讲规篇因为拢100价嘛，我迄拢100价，你袂当讲我规篇就是要互伊100价拢会晓写，迄你是去训练字音字形的学生囡仔，而且我会讲字音字形训练到一个程度了，其实咱阁爱考试有考试的题目，所以迄个题目会需要搁较困难的字。我即个部分可能就是先互因拄开始的一个基础，总讲一句，你爱去活用，毋是讲一篇出来就是安尼。甚至因为我规个拢互人，所以你迄 PDF 你会当用其中一个小段，因为咱即摆复制贴上就容易的嘛，所以你只要甲讲来自啥物啥物安尼，我应该拢我 OK， 我拢 OK， 好来。即摆就是讲，我足介意即幅图，因为阮查某囝咧话就是讲，咱语言的学习，为虾米我要特别提出来讲？就是你即个拄则是创作，毋过当你要甲伊用伫咱教学的时，咱咧写教案有教案的即个教案的语言，搁有讲咱教案要安怎去组织，要安怎去用，其中就是语言的学习。虽然因叫咱3年仔。进前，若囡仔程度会使教音标，若无法度3年仔以后，伫咧课纲口甲你编音标的物件，毋过语言的学习是足活的啊，就像即摆有人国小已经考到大学研究所迄款英语程度，咱台语你嘛袂当甲伊变做讲足死柴的，因为你一定爱互伊会当就是看囡仔的程度，以学生做中心。毋过，毋管安怎，你所有的教学活动，你一定爱有听，耳孔爱互因听，落去听迄个语言，也是互因去发觉内底有啥物讲，而且你爱甲讲出来，而且咱爱互囡仔去练习讲水的话、好听的话，搁有虽然每一个语言内底都有咧讲礼貌的话，毋过要安怎？你行弯路嘛是够，行直路嘛是够。咱敢是会当用搁较水的语言来讲，譬如讲学生囡仔，因拢足爱听迄个《浪子回头》，
迄是真正一条，我因为拢甲囡仔做伙听、做伙教安尼吼，真正是足好听诶吼。啊，搁是少年家因诶语言，毋过因拢咧等尾啊，迄几字嘛吼，应该大家拢知影。毋过到遐时，咱就先甲因教讲，这是啥物意思？教了后，咱爱相信囡仔，因是讲会听诶。上无囡仔甲我有感情，我就讲，咱会当甲改做创啥物、创啥货、啥物代志是安怎呢？吼，安怎？吼所以阮囡仔就是到尾仔遐拢，我拢叫，好哦，即摆即届是互恁做后讲哦，煞了恁袂当阁讲啊哦，吼，因就讲好，好嘛是有囡仔足白目会讲，咱就甲扣分，嘛毋是要甲因安怎吼，但是你要记一个，毋过伊嘛有其他加分的所在。另外就是因到遐时拢冻掉，讲冻了哦，冻了哦，想好想好，因就创啥物？安尼我感觉囡仔足古锥的，所以咱咧会讲出迄个台语较雅的语气，莫互迄电视哪像逐摆拢台语讲，拢歹人咧讲。好，过来就是爱读，吼，爱读，咱较会结髓，较会当骹踏实地，哪像迄。伫我伫咧咱的田地内底开花布义饲咱台湾所有的生命安尼吼，过来就是爱写，吼爱欢喜甲放送出去，而且你家己本身就是爱找伴落去，足欢喜的。我感觉足介意的，就是阮查某囝伫遮，佮甲我画一只蝴蝶，吼，所以伊真正感觉我是蝴蝶公主。本地我拢甲人讲，迄是人号，讲啥物台语改林志玲，我惊林志玲甲我骂安尼，毋过。伊就是真足侪人已经讲你是蝴蝶公主啊，我感觉真好耍啦吼。好，这就是讲咱咧即个读书的部分，用较轻松的去甲台湾的文化讲出来。因为我即本册的结果吼，虽然拢是为即个阅读闽客语迄个。部分我有56篇嘛，过来就是家己朗读过，刷了个我的新作品，想讲袂当互感觉拢是摕旧的，毋过所有的物件拢是我家己佫经过时啊画过，因为毕竟家己的成长，佫有迄款感情，吼，会无共，吼，所以我就是甲迄个部分，互伊用佫较家己感觉有进步的台语，吼，来写安尼，吼，好。另外，我要甲恁讲的，就是讲，咱即个网站足好，这是台南雅文老师因做的，吼。即内底啥物拢总有，我相信咱今仔日会伫即场来听，应该是逐家拢是对台语拢是长期咧做台语工课，吼。所以伫即个所在，恁会当去咧看。吼，伊内底遮啥物拢总有，吼，嘛有朱老师的册，嘛有咱教育部的资源，一定爱去看，因为这等于甲迄个册台语共款，伊是啥物书典拢甲藏入去，吼。毋过我嘛是感觉咱教典足澎湃哦，所以教典嘛是我咧教学的时定摕出来用的物件，吼，拢改变做是教学内底一个活动。因为有当时要去借 iPad app， 还是要去借啥物吼，迄个听书会较麻烦，吼。我就是定叫囡仔，起来电脑遮创啥，起来电脑遮创啥安尼，吼。我感觉干一节课尔，我有当时会较省略一寡时间，莫去搬遐机器啦，吼。我是感觉安尼，吼。好，这网站大家一定爱去哩哦，你着拍做伙算就有啊，吼。好。来，我心内想的拢是台语的水甲趣味，因为咧推广自以前就安尼啊。因为我可能家己是外文系，搁即个前现代外文系，前即个英语所，我拢是甲文学有关系，搁迄个时代台文所，所以我心内我想的拢是文学。就必须我家己，我毋知影我家己嘛足坚持的啦。尤其是家己国中迄当阵，恁若有看我的册，拢知影。我国小因为阮这也足爱看册，所以我嘛受到伊的影响。当然内底嘛是有看看迄个红仔册啦吼，搁看足侪散文。迄当阵华语有《九歌》《尔雅》，搁有纯文学，搁有啥物，我就感觉讲，一个文学的力量足大的。
啊，当然小说是一个足关键词的，毋过要较紧会当进入即个文学，可能会当为散文内底开始。佮我第一本为头到尾甲看好了的散文，就是迄个林良，就是子敏，林良爷爷即个和谐人生，伫我咧唱歌内底我有介绍过，所以我感觉讲迄款力量诚大。啊，佮我嘛有看一寡华语，迄个就是讲华语的作家像我就足爱迄个余秋雨，虽然伊是中国的，毋过我感觉文学就是那Nobel Prize 共款，伊是无界线的。啊，以前为虾米足侪作品拢是英语的咧得迄个Nobel Prize， 而且诺贝尔奖，就是因为迄个语言人看有，啊，因就是经因看有诶，所以这就是我一个理念。你要写台语，我毋是讲我要得啥物奖啊，迄种困难，因为像咱台语嘛，足侪人拢足厉害，我拢足欣赏诶。啊，就是讲我得到诶概念，我会去看着讲，咱就是爱用即个语言人看有，毋过比因诶程度搁较悬一点点仔诶水。安尼，你诶册较有迄款挑战性，啊，过来就是教学认证，要帮助大家会当用较轻松诶方式去甲认证学起来，去改变家己诶生命。足侪人因为踏入台语，我讲诶毋是讲去趁钱还是啥，是因为因重新去捌即块土地，佮甲因厝邻诶人生命有结合，佮去探索家己诶迄款过去。我感觉迄是一种辅导，一种治疗，我感觉真赞所以即个文学甲心理学啦，甲即个世界潮流的思考，这拢是会当做伙用通的好，这是要感谢社长啊，这拢感谢安珠老师还有迄个何信涵老师因为就是讲互我机会安尼这庆华老师。这阮查某囝个怡君老师，阮查某囝温轩啦，北艺大的，迄个怡君老师是我足好朋友，来帮我教过安尼九九社的老师就是像方辉老师，因咧贡献拢足大的，我拢想讲我会当做啥物就是甲我的册教好，若会写文章有人看。迄会当对大家有帮助就好，这宪国老师、罗老师，佮有柯文秀老师，苏世雄老师，即个是咱的台长，佮英成，迄个丹尼，迄个老师伊在做华语，嘛讲甲台语做伙安尼佮家己，这拢是足好的朋友伫因遐其实是我学足济嘛有一寡我家己传落去的学生，因即马全部拢咧教台语所以嘛是拢有继续咧写文章，我感觉这是足好的，而且因逐届拢是就是咧读台语的时，因拢用足欢喜的心咧去做当然因嘛是问我一寡问题，不过真拢中原学生的拢比我较厉害这是感谢美秀姊伊足自闭的。佮阿雄哥伊迄款喜感，天生的喜感，咱去做啥物代志，我是感觉拢会学到物件啦，我是家己安尼感觉拢足多谢的即张我要甲恁讲的是，我出版咱来读读即本册是迄个编辑伫即张的访问内底，即条新闻内底，伊就讲，因为我咧唱歌，佮有成即个文学作品嘛，因为是编练的即个。自传嘛，嘛影响足侪人去做即件代志我感觉真赞，而且我写比我较好，过来就是讲，咱来读读的是主编，就感觉心内惊惊安尼。老师，你这到底是迄个文学册，还是教科册？我讲当然是文学册我逐个做代志，拢嘛想着我要发展台语的纯文学这拢是散文纯文学毋过你共款一项物件，你会当帮助着无共款的人所以内底有题文，佮会当互老师去画迄款简笔画，佮会当互老师因去就是去听音，佮教学拢用会着。我当然是一个文学册因嘛是就是落去试看卖安尼啦就是很较为难，毋过就是家己有家己出版的坚持安尼好这就是讲
一寡大学因嘛有咧运用吼，啊，这就足水足有气质的雅文老师，啊，这是阮学生因咧囡仔拢甲因当做 podcast 咧互因听，啊，像迄晋南老师嘛是安尼，啊，这是高雄吼，和啊台南拢是，我感觉有诶老师足感动诶吼，拢甲我支持安尼，啊，这是晋南咱诶画册内。水房哈，不是水房，是换水来册房，吼，水房就差嘛爱互掠去扣起来啊，吼，所以即个就是讲，伊去读册，啊，像即篇拄好现着，我是高雄人，吼，即个图内底是阮查某囝就是用高雄市的地图，啊，下底画我肉饼面啊，我自细汉面就圆圆安尼吼，啊，就是讲。拄好现着我是高雄人，所以这就是较新的篇目内底。啊，像即内底就是真内底，我阁有写着康康啊，阁有写着贵子肯啊，因拢是高雄人哦，吼，所以我感觉就是讲，我毋是去分地域啦，吼，我只是讲故乡互咱的文学创作的力量，故乡互咱母语的力量，阁有迄款你对故乡的感情。你会当为迄个基础，甲用出来，落去为台语留台语文。因为我咧教台语学生的时，我拢甲因讲，你爱做正港的台语人，就是语文的学习，你一定是爱听讲读写。你认证了后，你一定该去继续去考，毋是为着咧摕着啥物级啥物级，是因为你伫咧过程内底，你会当互家己，搁较甲土地亲近，搁互家己有学物件。然后就是会当为台语做代志，最后就是爱为台语做代志，吼。所以即个部分故乡的力量对你的创作足重要的。啊，当然咱已经离开故乡遐久啊，我18岁离开高雄，所以故乡已经变他乡啊。虽然最近就是阮阿母身体较无好，我就是定定就是规定家己上无1个月爱转去1届安尼吼。啊，安尼就是讲，迄款力量你爱甲用出来啦吼。因为食愈老愈感觉讲，哦，故乡实在是足重要诶吼。好，啊，多谢晋南吼。即大家我要甲你讲诶是即个，伊是一个学问足饱诶人吼，啊，口才足好吼，就是冷面笑匠。毋过伊才甲我藏一只小鸭鸭吼，伊无甲我讲是啥物，毋过我相信伊藏诶基卡是。伊感觉这是一本温暖古水，佫会当像一只鸭咪啊，一直过一直过，会当变天鹅。吼，这是我家己去甲想的啦吼。总讲一句，我必应该是惊温暖啦。啊，虽然人生嘛是袂少苦楚，吼，啊，毋过迄苦楚我拢后来感觉，咱无安尼灵魂无提升啦，吼。所以你若准讲伫我的册内底，即本是看着较趣味的。啊，若我咧唱歌，咱就是真实的自传生活。后来看着较苦的，有的人是讲毋敢伫迄港口有人讲毋敢伫车顶坐稳看，因为看甲哭出来。啊，毋过有的人就是第一篇看咧，就毋敢看。毋过伊阁勇敢甲看到尾仔，伊就知影啊，人生是爱唱歌共款咧笑安尼吼。所以你若准讲这，伊是较短较无压力。啊，毋过迄本我咧唱歌，因是会一直看，有人一两工就。甲拼了啊！佮我有听过一个，就是阮这也是一工就甲看了啊。啊，迄个佮有过来拢是一暗安尼吼，我就感觉真多谢啦吼。啊，身体顾好安尼吼。好来，啊，这是花莲吼，袂选遐嘛是拢足趣味的吼。花莲伫遐咧斗相，啊，这是椒花吼，伊也愿意来迄落吼。好，啊，咱就是讲，佮有其他的一寡。真趣味的物件吼，啊，各种的吼，啊，多谢有人介绍，就是这是先贤老师的册哦，吼，伊出足侪册吼，我感觉拢足好诶，啊，这是迄个吼，李文老师，好，啊，这是一寡演讲，一寡学校吼有咧用啊，佮一寡学生 podcast 安尼吼，啊，佮有啊，我即摆讲即个是啥？汉声广播电台，即咱细汉定定咧听，啊，伊这已经拢是迄个军的嘛，啊，中央广播电台。迄拢嘛较中文诶，毋过已经愿意拢来访问咱台语哦，吼，所以我感觉讲，咱台语吼，大家爱有信心就对啦，吼，也是即个是我诶学生吼，中文学生吼，也真数嘛有咧看安尼吼，好啊，
美术节啊，吼 ，OK，即个毋是要甲恁骗哦，我是感觉即张图足趣味诶，因为迄天拄啊好，我去做小沙龙，吼，所以我人伫遮哦，作者伫遮。啊嘛拄好现到即篇，所以这拢这天公伯啊，timing 用甲足好诶，迄你拢袂当计暗算一下吼。啊拄好总统去来遮选册，啊伊伫即个国际册展拢总选61本哦，伫前卫出版社遮选3本，有咱台湾文学之父即个赖和吼，啊，其中有一本是我诶，我感觉即张我一定爱甲迄个吼。斟酌起来，因为这是后来主编寄互我诶，啊无我嘛毋知影，吼，好好，甲在我即张佫翕甲诚古水诶，吼，好来，因为咱年会愈来愈有啊，迄古水诶相片吼，难得有一张安尼，所以即张我感觉足欢喜诶，吼，所以是总统级诶册，好，多谢大家。啊，什物总统级诶册是我家己咧号诶啦，总统无安尼讲，毋过是真正伊家己选诶，吼，啊，就是多谢，希望伊会当看。看啊，因为看即本册哦，了解家己诶水个趣味，然后佮继续吼，已经足听啊呐，佮继续甲咱听安尼吼。好，多谢社长因。好啊，那像我这无算是迄个自我小解啦，应该是要互大家感觉台语咱愿意去做，会当有足侪请应诶所在，吼。好啊，就是。毋是讲请影要甲人安怎，是咱要去互即个语言重新搁活起来安尼吼。好刷了就是讲咱来看即个物件吼，就是我诶家己信仰，就是阮阿母讲诶，戆戆仔做，啊，着戆戆仔做吼。啊，咱信啥物教，信无计教吼。啊，就是甲即个语言、文化、文学去甲用出来。然后做功德，我即摆要甲恁分享的是做功德即件代志。做功德毋是去庙里捐钱，吼。我感觉我做功德的迄个赞处有2届哦，吼。第一届就是迄个高中吼做足侪替教官做足侪代志，啊，大学考无好，啊要安怎？我高雄啊，阮兜也无钱，互我迄个讲你若阁考无着，因为我有丁课，吼。啊，丁课迄是阮有一个丁课啊，阿舅，丁课阿舅，吼，啊有。就是甲我鼓励安尼，啊，就是我若搁点课搁考无着，我着绝对是加工区做食头路。吼，因为阮你若看我第迄个铁骑，迄个啥物啊？我咧唱歌第11篇，迄个铁骑路，就是我着爱为西边去啊，袂当为东边去，一心路遐去读册啊。吼，我着是爱为加工区遐去。啊，咱毋是讲做工无好，吼，只是讲你。咱的一般的思考内底，我细汉是会晓读册，啊，你因为卡伫迄个关卡，所以就有人有一个我足好的朋友，吼，就是即马伊嘛是做校长啊，做处长安尼吼，所以伊就是当初就带我去即个就是拜安尼吼，啊，就有迄个讲，迄个高人就讲，你会当去甲天公求吼，啊，你去做。家行愿安尼吼，我讲安尼免啊，爱请布袋戏，爱请歌戏，我无钱啊，安尼免读啊啦吼。结果伊讲毋是啦，你著是做功德就好啊。我讲啊，功德毋是爱请迄落行愿，爱请迄戏，讲毋是啊，毋过爱捐钱，阮兜着省甲无钱通好，互我去读册啊。啊，毋过好佳哉后来我读的是夜间部，我真正你时间过几冬了后，你就会体会着。我若无去读夜间部，我嘛无钱。吼，所以我就读夜间部，我开始家己趁钱加教，啊去工托，去工科所遐，啊搁去航太所遐做工托生，我较有法度饲家己啊，所以我大学就拢家己饲家己啊。吼，所以就即个部分，我感觉当初迄个做功德，毋是捐钱，毋是去演布袋戏、歌仔戏，是安怎？伊讲你就是做。对人较好诶，啊做好代志，安尼就好啊。我讲安尼在我绝对会使，绝对会使。所以咱去做老师嘛，是互咱一个行功德诶机会。啊，第二个功德诶概念，就是我家己100当诶时着癌。迄当时我有想讲，啥物拢要甲放弃啊，啥物拢毋卖啊。啊，搁迄当搁着杰出贡献个人奖。我讲啊，着量要放弃啊，搁来着迄个物件。就感觉讲责任搁愈重，就爱认真甲活落去，然后一直看册，看迄款成功诶，你毋要看失败诶。我一直看成功诶迄款
迄个抗癌成功诶，抗癌成功诶，结果我怎体会着，做功德就是甲天公伯啊，还是上帝，你信啥物教拢好，你就是爱甲因互你诶财情，甲迄个展现出来，展现出来，毋是去收着家己诶好处，是去做为即个社会有功德诶代志。我就开始想我讲话足侪人要听诶，因为我拢替人设想。我诶笔我足爱写，写嘛是有人咧看，诚侪人讲佫袂歹。我诶声会当录书顶嘛是应该佫袂歹，所以我就知影，就知影讲好，咱就是爱甲即个台语甲传出去。无我毋是英语无好呢，我英语嘛袂歹哦。咱是台语有特殊诶感情，佫安排即个时代有台语，互我去读博士班。就是就感恩我指导老师、庆华老师，所以就是甲恁的才情用出来，知无？别人嘛就有才情，你嘛有才情，看人担免食力，毋过你若家己去担的时，你就知影要安怎去运用、运力安尼我是感觉，有限的生命，咱爱互家己有无限的贡献，身体顾好。身体要顾好，你就是爱快乐，压力较少的安尼付出莫计较心无计较。好来，我即摆要讲的遮，我可能会跳较紧的。意思是讲，即个咱来读书内底，我即摆开始讲文学的物件就是讲，即个文学内底，你若准讲，因为我的设计拢是头一段会讲一寡甲台语相关的，譬如讲我咧讲四首啊。我就甲四首的由来讲一下，咧讲食饼，我就是甲讲，迄食饼食饼顾戏经，较免找医生，第一卖饼，第二做医生，所以咱就是会甲迄个食饼，伫咧饼内底相关的物件，譬如讲阿公再见，迄篇我就是会甲伊讲，咱台语内底咧讲再见、再会。过来哦，过来坐哦，有闲才过来哦，有闲来阮兜佚佗哦。我会甲一寡迄个台语的讲法，拢藏在第一段，所以迄是文化佮语言的学习。煞了，我会讲我家己的即个故事，因为你爱讲家己的故事，你较会去感动人嘛。所以我食饼，我细汉到底食过啥物饼？迄饼是啥物？其实我50几岁啊。迄嘛是一个时代的迄个分野就对啦，所以当你咧讲的时，你换一个角度，其实我毋是讲，就是毋是要捧红家己啊，是啥物因为我感觉讲，你咧写的就是一个时代，像我咧唱歌，伊就是50档，50档是半世纪呢，对无？搁迄个啥物即个咱来读书，我去写过去的物件，搁写现代的物件，迄款时间点，伊的是换的，搁有迄款直的是啥？我会去写，我的想法，阮查某囝的想法，搁有可能是阮顶一代的想法，搁有就是我身躯边的人的想法，所以伊就是换的，搁即个唱的拢做伙来迄个互伊连成一个迄个啥物象限哦，就是一个面就对啦，好，所以伫即内底我唱足侪俗语，你若单纯要落去算俗语嘛会使，讲诶，我若无讲着，我因为无可能偏，就是讲迄个篇幅有够，我甲足侪物件甲藏落去，所以咱若算讲会有去迄个啥物戆仔做，会甲戆有关系，咱即摆若是伫现场，我就会问你，戆人有。恁就讲戆福，有良者有福，对无？所以咱会当用即款留一寡物件，搁你有教过学生囡仔，会当互人落去添安尼好，即马就是讲，迄个心无计较，有心啦，你迄个较主要就是讲，你的教学内底，咱头前即4个心是老师的心，你家己爱欢喜有使命感有热情，上重要，你爱。知影要安怎去检讨家己，我检讨教学啦，毋是检讨家己啦。我即届安尼，囡仔敢有学着，无我后摆去调整一下，也是伤困难，也是伤简单，也是迄个所在，我哪会教着客，下底则是，则个有事业心的。第一个是爱有艺术感，
互因体验，互因有甲生活结合，即个物件因就会有产生一款美学的感受。所以你的教学毋是干那，我家己啦，自我要求，我的教学我毋是干那教迄个所在尔，我应该我足侪物件，咱有认知技能、情义对无？我拢甲放大我情义的顶悬，情义的顶悬，我想要爱互囡仔啥物物件，我拢会先看结论就对啊。我要爱互因啥物物件，伫即内底我会当安怎做安怎做。所以你愿意教册 I will。I can， 你就是爱增加家己的能力，去互家己有迄个食一回学一回。最后你去即个过程，你较会证明家己的存在，较会囡仔有动机要学，你较会感觉足好耍安尼。所以迄个心足重要诶。你爱去想着囡仔，知无？好来，就是讲即摆囡仔有诶无啥要学，我讲其实以高中生来讲，因耳仔是拢有铁开诶。伊只是喙合袂起来咧，好啦。即摆就是讲，即个部分有足侪俗语会当落去用。毋过我拢会个需要有声有例句嘛，所以咱就是会教因要安怎去倒位去查即个俗语，伫个教典内底，笔画要安怎查，啥物要安怎查，佮迄个录音拢例句拢足好诶，也是用笔画。佮有另外一款。我可能伫迄个咱来读册内底，我去有一个俗语了后，譬如讲食西瓜，就是迄个西瓜皮迄篇，一般来讲，咱定题目爱红，就是会有迄款思考讲，到底哪会定西瓜皮啊？咱西瓜皮有2种讲法嘛。对无？咱除了讲咱迄个加迄个西学仔头，因为我有一篇叫做高级西学仔，是安怎叫做高级西学仔？哪会西学仔就西学仔，佫有高级无高级无？咱就是互因知影讲，即个迄个高级是啥物？就甲即摆美图，做一个比较安尼，嘛是写时代啊，以前教他们的方法，甲即教他们的方法，写文化嘛。西瓜皮，有人嘛是讲即个西学仔头叫做西瓜皮，迄是到差不多我高中的时，伊无可能甲你讲马桶盖，因为渐渐就是拢较用正面的啊，虽然我高中的时，迄当阵可能嘛，高中的时还是小学，嘛是共款，逐个对即个语言啊，也是两性啊，啥物拢佫无啥人拢无讲足完全尊重诶。毋过迄当阵西学仔头就变做西瓜皮啊，就有影迄西瓜甲乌乌诶嘛是安尼啊，毋过我诶西瓜皮毋是咧写这，我是咧写你安怎去处理即个西瓜，佫有主要是咧写查某人迄款刻石诶迄款精神我拢逐天拢一刻皮啦，把它记啊，啥。当然，阮大汉查某囝就有效诶就是因逐天咧食诶时，嘛是拢会伫遐滚生吃。先要甲你试一地，讲你食即个，你西瓜切刻敢若平角诶安尼，就感觉你先食一地安尼。毋过后来咱拢是大人欠一喙，囡仔食到胃，就是要欠互囡仔食。讲不要紧啦，我只刻较去食安尼。当然我伫外口袂安尼啦，我是食甲足清气，毋过外口袂安尼。咱伫厝会当来刻食就刻食，所以阮查某囝就滚生笑讲我知影阿母上爱食西瓜皮、芭乐籽、山药籽，迄拢是咱毋甘占掉。咱就是珍惜迄个物件，毋是讲咱买袂起。所以我要讲的是迄款珍惜，佫有咱莫去讨债。你若去甲上着遮，因为咱有一课有去上着迄个游览山影嘛。我就会先煞，互囡仔去听西瓜皮即个物件。因为即摆囡仔有足讨债，迄涂骹看着10块袂扣呢，因佫看着1块5块，迄个根本佫无要扣。咱甲扣起来变做班费，变做班费啊。我要甲因讲爱珍惜，这毋是干那珍惜钱，佮珍惜物件尔。你爱会去惜情，所以就是爱惜情啦。我足惜情的看咧刻西瓜皮就知影，足惜情的。咱人是70%是感性的物件，30%较是理性。所以基本上是迄个像 Apple 的设计，
毋是干那机器尔，你内底爱有去想着人，爱有迄个心，啊，有迄款美感，啊，教学嘛共款，吼，写作嘛共款，你爱去想着会当安怎互伊较水诶，较去感动人诶，甲因迄个70%迄个70%诶部分，迄款感情甲扭出来，甲感动了，因就会去接近咱诶台语啊，吼，好啊，我是安怎足爱用教典诶，就是毋管是课本学着诶，也是因为伫遮吼嘛是爱足感谢金安出版社，因为伫迄个111年出来诶时，迄我就感觉咱像逐个拢爱懵懵渺渺，毋过因就是有一套，虽然有人讲因较困难，毋过困难嘛是一个物件，互咱有一个靠岸，吼，所以咱主编是迄个清华老师啊。真正是有靠岸，吼啊，所以咱就是摕到即个教材了后，咱会当去经咱家己爱教，啊，佮有就是伊内底拢是照即个课纲，所以伫迄个上艰难的时代，就是讲真平因遮就是出即套，我感觉大家爱感谢因啦，吼，啊，即马当然足侪出版社有开始咧出啦，就是讲咱社会一定是行为多元。啊，毋过好诶物件，大家就是拢会当来甲支持，吼。好啊，所以伫即搭遮，咱去甲上着迄个台湾诶遐游览台湾，有上着山野边，吼，啊，个啥物，咱诶西瓜就出来啊，吼对无？啊，咱就会当去教典遐，因为遮有音，阁有迄个例句，啊，你无可能逐句拢去甲讲，你得拣一个学生囡仔因用会着诶。哦，往来头西瓜尾。因为这因伫厝里有听着阿嬷讲，啊，阁有你就会当顺续甲因教啥，那往来头安怎西瓜尾安怎，啊，阁教因讲安尼往来买规支会当摕转来先，互伊倒头栽，啊，互伊规粒往来拢甜安尼较着去切，吼。啊，毋过即马连咧西瓜的人拢抠皮，甲你抠好好，毋是抠皮啊，甲你撩皮撩好好啊，吼。好，来，啊，即马就讲，即个。就讲我咧教囡仔即个俗语诶时，吼，也是讲认证，也是啥？即个作品是迄个时代学生诶作品，拢足赞诶吼。即个无写名，就甲用跳过吼。即拢有写名，爱尊重因诶版权吼。啊，所以就是这是因诶二专班，啊，所以因就是有一寡用字佫无啥正确诶吼。啊，你就是我足介意。像你咧记俗语吼，有足侪种记法嘛，对无？啊，像安珠老师有即个12生相，吼，啊，咱迄是一种记法，啊，佫有会当用数字，啊，我是较爱教人用身体来去记。你这会当伫个你的课程内底，像咱来读读的俗语，我是无去做啦。啊，若要做是会使，就是你用一个人头甲我内底的俗语吼，甲用出来，你就会当画出一个人啊。吼，比如往来头西瓜尾，吼，食饼果戏经，骹免找医生，啊，佫有啥物生会过加酒香，生袂过4块包，类似安尼啦，吼。啊，你甲用一个，我这应该会当来做吼，咱来读的迄个人形俗语图安尼，好，啊，所以这就是教恁讲。逐个囡仔来，你的上课的开场嘛是会当叫因安尼背10句啊，是20句。咱的俗语就有底伫啊。有足侪人讲啊，俗语遐困难，莫教。我感觉俗语是咱文学的精华，吼，所以大家会当试看卖啊。无伊就是用咱来读读，你的教材，你的啥物，就是用即个方法。我感觉足侪人用安尼记，啊，入去迄个认证的场内底，也是平常时教册时，迄会当信手拈来呢，开喙。吼，喙足顺诶，安尼，吼，桌顶黏干着，黏着，啊，着讲出来安尼，吼，好，啊，这是啊，你嘛当用你较介意诶影青，吼，这是迄个学生因诶作品，吼，好来，啊，即马就是讲，即内底文学性，吼，也是讲唱啥物俗语，我则可能是真紧着甲跳过安尼吼，头毛稳淡无洗袂使，我内底佫有夜香对白。好，所以你要学俗语，为遮会使，吼。好，啊，这就是爱感恩有书店，好，感恩有书店。所以这张图内底真趣味，因为这就是咱古早图书馆的贴迄个石印，迄个架啊，啊，遮图中搁一粒爱心的光明灯，吼，啊，搁要互大家打宝 A， 看册会当互你安尼哪咧跳舞的，哦，偌好耍的呢，吼，而且这个文典一般大家拢感觉是基督教。
啊，毋过我就是用迄款语言的趣味，因为我硕士的论文嘛是写，虽然是写英语的，吼，是2本小说2本诗，内底我拢讲的就是迄迄个文学的语言美学就对啊，吼，所以伫迄搭遐，我就爱用海音的，因为迄海音嘛是咧笑点，就是伫遮，啊，这文典就是感恩有词典。感恩罗老师出迄本台语词典，互我安尼拄开始练字，安一直背一直背。吼，看词典啊，足趣味的，比读外文系是较认真哦。所以你啊看，迄台语甲土地结合的感情都无共啊。吼，好啊，所以这阮查某囝设计图，我感觉足趣味的吼。好，啊来就是讲，会去讲着，你会当去讲着咱的信用啊是啥物吼。好，啊，即个阿公再见，主要是即个囡仔伊去。伫学校学的，所以足济咱做老师足重要的。因阿母伫遐再见咯，拜拜哦。结果囡仔就甲因讲阿公再见，啊，伊阿母就惊着啊，伊就讲啊，安尼阿爸有闲较来阮兜佚佗哦，我会阁转来哦，吼，啊，咱就是迄款对语言的迄款传承，吼，啊，搁即马超高龄啊，啊，咱以后拢会变做老人啊，咱爱较家己较认真的，吼，爱家己顾好。啊，毋过若真咱咧顾爸母吼，嘛是爱甲爸母顾好啦吼。所以这就是讲，你每一个拢会当去做俗语的延伸，吼。啊，像这阿嬷种菜，啊，你就是阿嬷阿公，啊，囡仔定定伫遐公嬷佮阿公阿嬷分袂清楚，咱就是需要透过即个物件，落去互因小可了解一下，吼。啊，你会当去找，像摊拄啊，你就是甲阿嬷。甲拍伫个教典顶悬，你出来就有足侪俗语会当用啊，吼，阿嬷啊后壁则是迄个有人俗语会当家己斗，有诶会当家己斗。比如讲阿公阿嬷做甲叫毋敢，阿公做甲头壳戆，哦，安尼有道具呢，吼，所以你会当家己去发明啊，即款算语言的趣味啦。我甲你讲，你莫看国中生哦，我迄囡仔有一两个啊，台语袂歹诶。啊，你若伫遐甲因咧讲诶是，因会去想迄个韵尾，啊，就斗会出来，吼，好来。啊，这行路啦，吼，就是讲，即大家我可能先较紧诶讲，即个行路啊，甲行有关系，吼。万事成功，立春年年春，保冬保喙空，吼，啊，这新春快乐是无共款诶，去看待，用无共角度去看待生命。吼，啊，阮查某囝，阮嘛是，伊嘛是足温暖的。伊甲你画安尼四张，这绝对是咧讲阮翁嘛，这一定是我嘛，啊，这一定是姐嘛，我较悬一点啊，这一定是伊嘛。吼，所以伊内底有藏足侪家己的迄个语言伫内底，啊，佮有看我的文章安尼吼。好，啊，这是讲咱的迄个节气，咱会当甲教，吼，会当看即个新春快乐，啊，甲因教一寡节气的物件，啊，佮有节气的俗语，吼。啊，还是讲这食肉粽吼，要食5日祭粽。啊，毋过即搭甲抓错一下吼，咱足先别粽的事，啊，毋过袂赴啊，我着伊拢家己落去画安尼吼。啊，咱即个爱渐渐的伫顶悬啊，较会当讲啊，吼，这是爱纠正的所在。吼，啊，像这对无？吼，阮咧讲阮这啊，爸爸粽互阮食诶代志，啊，所以咱就是会当甲一寡迄个感情吼。啊，我用迄个 metaphor， 就是比如，吼，咱就是甲一寡，譬如讲粽寒归寒，就若像我甲高雄阮兄弟姊妹诶感情共款，吼，所以你咧写作诶时，可能会当利用一个比如，譬如讲我咧，写着迄个。写着我咧食什物切仔面，迄个爱对路诶，我拢会写。我有一个美术高三啊，食着香蕉。我即句嘛是听我学生仔讲诶，我拢甲学起来，吼，啊学起来会当用，吼，像你若听着我诶，你感觉会当用，你嘛去用啊！你爱创造伊诶新生命，莫讲迄毋是讲像即个物件画出来是一个版权，啊，你咧画就是会当讲，啊，毋过唱歌有当时袂当学白唱哦。即马咱像唱两句，就爱有版权啦。好，啊，即大家要甲恁讲诶，就是讲，这内底拢有伊诶精神。吼，你要学俗语，就是为遐，啊，佮家己落去甲延伸一下就好啊。吼，我嘛足喜欢日头一篇诶，吼。啊，若讲着菜市、夜市，啥物市，咱就去讲台湾现代诶物件。
啊，这汉药店，虽然我迄篇文章内底无讲到即个汉药内底有啥物，我敢若讲伫遐看食物佮动物，哪像咧说博物馆共款。啊，毋过咱内底定定有一句，食着药青草一叶，食毋着药人参十招，这嘛是定定用着的。啊，你就是会当去甲因讲，咱咧用药啊是啥物吼？譬如讲，你感觉你家己着抑郁症，你就是毋好四界黑白信啥物啥物，吼啊，你就是较快乐的吼。啊，毋过有当时因咧是基因的问题，咱拢是爱伫遐边仔甲因支持啦吼。啊，佫像这对啊，即个是较迄个男女谈感情的吼，要遮酷酷对，毋则嫌懊悔。当然无可能伫我遮古水的文章内底，毋过你会当甲摕出来即个对，所以你就是去到店顶管甲迄个对的迄个物件，甲找一个吼，还是对咯，吼啊伊就甲迄相关的迄个出来安尼吼。好啊，这是当初嘿。那有看过，应该知影讲，你会当做一个延伸啦。啊，像你嘛会当甲俗语用落去啊。譬如讲，我是高雄人，对无？吼，啊，来要一个地名，博兴隆，就是啥？高足雄的，叫做高雄，对无？啊，阿兄伫楼顶，这个是啥物啊？要一个形容词是啥？高在上。知影无？吼，这就是高高在上，迄个人哇，高高在上安尼吼，啊，就是一个高字，啊，你就会当去甲囡仔落去算啊，吼，啊是要一寡地名，啊，因为遮拢是迄个我家己，吼，我甲坚定坑落啊，对无？啊，甲迄景美新店，这拢我的生活地区，吼，啊，淡水啊，汐止，阮翁定定去汐止，吼，啊，搁啥，要较要新北市，啊，你爱经历迄个县市哦，你有无迄个吼经我的哦？吼，啊，就是讲类似安尼，会当教着我是高雄人，啊，你就当互伊开始去要一寡地名，啊，真好耍，吼，好，啊，这是高级西学啊，吼，金光长长滚，乌鱼炒米粉，啊，这咱定定讲，啊，金安迄本册内底嘛有，咱就会当可以金光长长滚，吼，好，甲再画遮侪粒，那画6粒就变花香啊，吼，啊，佮有风吹马马吼，10月10风吹落西学，吼，好，啊，这电话嘛，吼。来，这拢共款的，好，咱就遮甲跳较紧的哦。你会当家己去发现啦，吼，也是讲你用其他的教材，嘛是共款会当安尼落去做，也是甲一寡迄个笑话，因为我有讲到阿基西亚市嘛，吼，啊，迄个当初我咧写，我嘛是甲3、4个笑话甲斗做伙，啊，就变一篇新的，啊，有台语的味，啊，当然咱就是你的笑点哦，袂当甲伊个句话共款，吼，所以伊进前听到是2倍，咱就可能甲改3倍，还是啥物？啊，可能啥物？毋过迄个你是去倒位？迄是我家己发明的哦。你是去倒位？吼，啊，佮有啥物？所以你这若网络有诶伤济，你家己咧写作诶时，就莫搁去用迄个笑点，你爱为生活中去发现就对啊。吼，啊，这是阮查某囝，即古水，再一个芋头啊，好，啊，这是咖啡，啊，咖啡你就当讲到台湾的一寡物件，吼，因为咖啡我迄课有咧讲到，啊，路人驶着车还是安怎吼，着咖啡安尼吼，啊，一寡外来语啦，外来语，吼，塔马豆啦，阿摩托啦。便当啦，吼，就讲一寡语言。我毋是讲西北河是外来语哦，吼，迄是另外一个食冰的所在。咱即边较是外来语，乌多拜，吼，拖拉库、塔马多，吼，甘马丁，吼，阿摩托，你著足侪物件会当讲啊，吼。啊，这是咧讲好了，好，恁著是家己看。好，啊，这嘛内底会当看到一寡原住民的形影，吼，毕竟我咧写生活，阮翁著是迄阿密斯啊，吼。有加达夫努阿米斯加古，所以你就是爱写着原住民的物件。毋过因为伊的故事，伊家己有去参加文学奖嘛，是拢有得奖。啊，毋过伊就较无时间，我就有当时我的生活中，我会写着伊的物件。像即个啥物啊？我要讲的是，我拄开始写的时，我是写乌单石。我伫迄个可能教育部遐电子报，我是写做乌单石，也是朗读稿，我要记者。即个是朗读稿，因为超过56篇啊。
毋过后来就是在地迄个花莲培宣甲我讲，因在地拢叫做石胆。我讲有道理哦，因为迄当阵阮翁甲我讲诶是啊，我搁家己学问无遐饱，无去迄落吼。人讲，所以我时仔月过，伊叫做乌石胆，真正一粒仔胆诶安尼吼。所以咱就是迄落有心拍照嘛吼，搁迄落石胆打照哦，摕迄落相反词对无？吼，所以我就是吼。就教相反词，你会当教一寡倒兵词，吼，甲这是山明水秀，要去讲风水的安尼，吼。好伫即大家有足侪，我会甲用入，譬如讲，咱即个快速时尚的物件，你就是爱甲用咧。像拄则安珠老师甲咱鼓励，旧的破条条，新的就袂晓，所以你的人着旧，吼，朋友朋友着旧，衫着新，人着旧。所以即个部分你会当互因去做价值澄清、价值厘清安尼。我是感觉讲，你共一篇文章，即摆毋管是毋是受用的物件，其实你逐篇文章也共款，课本内底文章也共款。你咧教学的时，你爱转来你甲学生囡仔，然后去发挥你的才情。甲你较会晓的物件去甲囡仔分享，我较会晓就是唱歌嘛，搁迄落文学的物件，所以我的内底有足侪即款文学的物件安尼吼。好，这个情人节，你画敢若加两个，这是一顶帽啊。查某囝都有设计过，这咱像一个咧跳舞的，两个人咧讲话安尼吼。好，这小图吼，拢是情人节吼，会当送出去的物件安尼吼，你啊看，吼玫瑰花啦吼。即根暗顿啦、卡片啦、手环啦，吼，会当互伊迄小图内底会当去做延伸的活动，吼。好，这是迄个西瓜挖大饼，吼，这西瓜好，互因去看一寡台湾的物产，吼，机台，吼，原住民的物件，传播大纸，坐金交椅，互因去看着讲咱即个，吼，上无袂当讲讲情面啊，爱讲文面，吼，文面安尼，吼。毋是因为迄个琴是古早时代酷刑啊，吼，迄落形啊，吼，所以袂当安尼讲，时代拢无共啊，吼，即个是阮大汉查某囝小学的时，吼，伊拢逐个拢感觉，伊啥物节日、啥物庆祝啊，伊拢甲用穿去学校安尼，咱就是三钱就甲开落去，互伊去认同即个文化，吼。我是感觉真赞啊！吼，唯一较遗憾的，就是因无对我行家己即道，因为老师，因为我家己感觉讲家对家陪，家到对狗走，共破坏人的血缘，咱着爱行人语言，吼。所以阮两个查某囝，因拢是学阿米斯的话，因拢就是有去考认证安尼，吼，拢是大学了后，佫有继续咧学的迄款的哦，吼。好，这就是讲愿意者啦，吼。好，毋过伊毋是惊教学，伊是惊法律，吼，是法律系安尼吼。好，来即个是迄个无共款的感嘛 ，OK， 吼。好，咱来看，比如讲即个一工趁1万，吼，这是我以前的表啊，即摆迄抽奖得的吼，毋过真吼，就是参啊，对家己较好的吼，就所以我有去买一个 Apple 的迄个手表啊，毋过我嘛是家当做计步器尔，搁有当时看一下心跳。有拄好无？因为有一摆去注迄个啥物疫苗的时，我心跳跳到160，我惊着。好，佳哉后来无代志，可能疫苗的关系。所以就是讲，咱食老爱甲迄个身体顾好啦，吼。这健康表有当时啊是嘛足好的，吼。即篇我有甲放在我的教学内底，咱等下会阁甲大家来分享，吼。好，即个讲要安怎继续？其实头讲过啊。好，来。即摆我就是吼，因为差不多剩1点钟的时间，我感觉会当来一个先甲恁讲，即个阅读的物件，吼，就讲我伫咧教学内底，吼，因为你若要，譬如讲，我今仔讲的是文学佮教学，咱要教的是听讲读写，虽然学生囡仔因的程度无法度一个啊。小学教因拢袂记一哩啊，袂当怪小学的老师，因为小学的老师我知影的拢足认真咧教，迄是因为囡仔因细汉，你以前教的拢袂记一哩啊。
像你你久无用，就是会袂记起。所以咱干那会当做的，就是一直甲伊牙正，一直牙正，一直牙正。像迄个我的英语的学生，到高中伊就甲我讲，老师你真教足有路用的。我讲是安那个高中的是毋记用。系啊，咱就是讲不要紧，咱当下甲即件代志甲做好好，所以咱咧阅读的时爱会记住，你去读一篇文章的时，别人的文章也共款咯。你若读即款短短的文章，你差不多开10分钟就好啊。毋管是互因听音档，像我迄音档拢是5分钟以内结束，所以我阁会做一项工课，就是叫因记迄个文字对迄文字走。我等下互恁看阮迄个学生囡仔的相片，因咧手拢安尼，就是用迄个记载安尼记咧。过有，我就伫因迄个课本的迄个 content 遐，甲伊目录遐，甲因转一个音呐。毋是讲幼稚的音呐，迄是转来了期末，就是开一点点仔钱买一寡饼互因食安尼。因着怨无怨少，因着足认真诶，所以规学期着足认真诶。你莫逐工伫遐分饼，咱爱教册。你若期末除了分数以外，阁互因会当食着一两块仔饼安尼，着拢食足赞。我拢买迄个米芳迄款诶好，所以你内底你爱互伊提问，差不多你10分钟内，像我拢5分钟。即个提问5分钟，迄个提问你有一个技巧，你就是爱3个事实，阁一个感觉，阁2个因特别的感觉，因较介意的所在是啥？即3个事实就是你的迄个阅读理解。譬如讲，来恁摊拄有看到俗语，食饼鼓，因一定可能有人有听到鼓戏经，尤其是你到高中的时。你可能小学、国中阁安尼，捌势，阁到高中，因迄种大学野安尼，咱迄个到迄个啥物啊？课纲甲因优是迄个大学的先修的意思呢。所以会当去甲问，也是迄个作者的比如讲受用即本，伊内底迄篇，伊受用咧想的是啥物？作者咧想的是啥物？伫迄个时代有啥物啥物？这就是事实。你感觉迄个作者？客丝瓜皮，你感觉你敢有赞成？就叫伊讲出感觉。煞了有2个特别的，你爱留空间互囡仔，甲讲，安尼恁规篇看，除了老师谈拄仔问的，你阁有特别的感情的所在，还是特别的语词，还是袂晓的语词，会当举手问。安尼你的阅读，你会形成一个足有意义的迄落，毋是干那咧读过尔。咱的文学就是你爱互伊内化去感受着迄个感情，安尼好，咱中应该毋免休困啦，来，即摆我要讲的就是迄个美善阅读。啥物叫做美善阅读？爱互伊时间佮空间落去读，因为咱咧教学的时定，迄1点钟足赶的，我感觉毋过要安怎互伊赶内底，你佫足稳定的。所以有当时教，有迄物件较紧的，我就复过。然后要读的时，我就叫因静心，安尼落去读。秀容遐敢是转去？我才转去啊！喂，有听到？转偌久啊？我有听到，我们都听得到啊。有听到，敢无看到荧幕？有看到呢，刚才都听得到。迄个啥物荧幕敢有看到？行咧，毋着落去啊。拄则有啊，拄则有。有安尼，歹势哦，安尼我阁分享一下。秀容好啊，尾。我即搭遮有听到声嘛？声音有咧，即马画面还袂出过来。毋过所以恁谈到自头到尾，我拢有。恁有看到无？有啊，咱即有。边安尼就先请关怀甲秀容迄边甲联络一下。头秀容讲到一寡教学方式其实就是讲，大家尽量教囡仔来沟通，互伊讲互惯势所以，亲像读者剧场，即明年开始可能要改做一堆4个就好因安尼评分较固定。好，
啊，四方会使吼。好，我走转来啊，好，是嘞，好，多谢老师。好，我即摆要讲的是即个，咱讲的美善阅读，吼，你要爱互囡仔一个空间来去读，过来爱互伊去因的想象力，吼，莫伫遐一直干那讲内底物件尔，你爱会记即，咱有70%的感性，吼，即个所在爱注意。过来是迄个爱互内化，就是我拄仔讲的，恁感觉有特别的所在是啥物？吼，你较会当互伊有迄款推理，啊个迄个想象的空间。最后，迄内底物件，我等下，应该毋是我。好，安尼无问题哈。安尼看着，好，过来就是咱12年国教上主要就是要爱互囡仔，也是因迄个训练因批判思考的能力。即摆，譬如讲，你用即篇咱来读读的文章内底，你互伊落去读了后，无一定因全部爱感觉作者是对的，吼。啊，若阵讲感觉作者是对的，也是倒位作者讲的无够。会当叫因搁落去思考，安尼确实阅读一篇文章要爱的物件，吼，这是我家己感觉讲，咱咧做即款文章运用的时会当用的，吼，好啊，即摆煞了，我要甲大家搁分享的，就是咱偏向教学这边，拄则是我家己。大概迄款文学性的设计啦，吼，可能我会去讲一寡心思，啊，我会用一寡小图，然后我嘛会想要互即本册会当互大家，比如讲10块会当轮流落去做迄款游戏。当然，这有一寡嘛是为英语教学来，啊，搁有迄个啥，全计有智慧嘛有算过，吼，就是会当安尼落去用。啊，像即个四手啊，像阮查某囝即个图，这真正是4只野兽，4只迄个动物，吼，所以使好把枪拢有，吼，啊，就讲会叫因落去找，这嘛是一种游戏。啊，你上爱遮个四手啊是啥物？我就是会甲因落去讨论，吼，所以爱互因落去会当算，这是一本会当算的册，吼。啊，过来就是讲，这是遐拢读过的物件嘛，吼。好来。啊，即摆我要讲的是，你一寡迄个主题，你会当甲分主题，伊内底有原住民诶的原文化。譬如讲，即个小胖是咧讲一个资源老师，伊讲伊看去教原住民语的时，伊感觉讲遐囡仔拢腹肚枵，啊，伊嘛无法度买迄葱仔胖一袋，哇，30-40箍，所以伊就买规条的迄个小胖，啊，互囡仔食会饱，安尼就好。吼，啊，搁正港原住民当然是咧写我有来遐一个学生囡仔，伊家己伊是台湾嘛，吼，啊，因为伊拢互就是感觉来迄个台阳即个社区，伊的歌拢无法度唱。啊，有一届迄个歌谣社的老师咧讲的是讲，恁咧唱家己的歌，吼，啊，结果伊就是哭出来哦，真正哭出来，啊，就讲伊足想要唱伊台湾的歌。啊，即摆阮学校，阮就是安排，阮迄段时间我做学务主任，所以阮就是安排每一个囡仔，若像星光帮安尼吼，甲一礼拜1个月，阮就安排一个迄个去你讲伊家己的物件，啊，然后甲访问啊，像记者安尼，啊，伊后来你感觉伊就是对家己迄款自信，啊，佮因阿嬷拢常常为屏东一直甲伊教，一直甲伊教安尼，啊，民族友青是迄当阵苏迪乐的风台，结果吼，有一个洗腰子的囡仔，逐届拢透早坐伫校门口，啊，咱看到伊吼，啊，伊叫做英雄，所以咱就是互囡仔一个鼓励。而且迄当阵拄好咱女总统出来，伊迄个就是有一块迄个古早啦，古早迄个民族救星，当然是以前迄款威权时代的迄个产物吼。结果伊就点怪写民族救星，阮遐司机就感觉，我头毛短短啊，足型的安尼，啊，就甲 P 图安尼啦，吼。好，这拢是会当做台湾文化，也是语言意识，吼，内底拢找会到，吼。啊，佮有查某人的味，吼，女性的主角，当然
因为我写这差不多40-50岁只，所以我愈来愈有女性的自觉哦，吼，所以我即摆统计出来，哪像足侪篇啊，啊，毋过内底就是讲你会顾你的思考，啊，你孤单啦，还是讲你对啥物期待啦，还是你半路啦拄着即款身体的变化，吼，还是讲你要安怎互家己的迄个心情安怎吼，啊，搁运动顾好吼，啊，搁想要做阿嬷，即摆少年拢毋嫁娶安尼吼，就是一寡女性你要安怎去互家己落去自觉过较好耍的安尼吼，啊，这是17个迄个迄个啥物啊？19项议题的结合，吼。好啊，即马就是讲吼，咱的教学内底，即马我可能会甲，就是我讲过，我拄则开头就讲过啊，咱就是爱以课本为准，以课本为准，咱来读读，你只是教咧互因用尔，吼。啊，咱即个时代讲实在，大家莫失去信心。有足侪人讲上好的时代嘛是上害的时代，毋过对等连迄个啥物啊补语嘛，你着甲变过来，上害时代嘛是上好的时代。人无甲咱用一个迄个标准吼，就是讲学校无啥重视的情形之下，你会当做足侪，你会当正当去入去语言的物件，吼，所以咱就是期中考我是甲伊提升做一个科目，啊，所以囡仔嘛爱有作业，嘛爱有啥，搁联络簿啊，我嘛会要求因爱登去伫联络簿写讲要交啥物作业，啊，这就是要提悬咱台语的迄个科目的位价嘛，我一直甲学校讲，阮是一个领袖，毋过因就是毋爱互伊变做一个领袖，我嘛毋知安怎。我讲，我要甲你承担所有的代志，啊，伊就是要互我做英语老师，因为这是家长的迄个压力啦，吼。啊，不要紧，咱有7个班级咧去做台语的时，咱就是甲伊用好，吼，因为一节课嘛，吼。好啊，而且佫是因为我家己就是讲。英语本科啦，学校嘛是无法度啦，吼。好，啊，这是拄开始的时，拢会选，我会选班歌，啊，互因甲因讲为虾米台语足重要诶。啊，你爱讲你的理由，啊，我是甲伊讲一个，我家己去领药啊，救一个阿伯，迄个因为护士无合顿音，甲伊讲食饱一粒。啊，一粒就是12粒，迄降血压诶，你若会当降较正常，你若食12粒，就降较无名气啊。啊，迄个小姐佫甲讲，我讲，迄个阿伯佫讲，爱食遮济，讲嘿，食饱一粒。迄阿伯伫遐看，我讲毋对，一粒。啊，我教迄个护士，我佫教迄个药剂师，甲我一粒来对我讲，因为以后会佫拄着别人嘛，我就是遮家薄。吼，我感觉台语会当救人诶命，安尼讲着学生囡仔着足想要学台语啊。吼，啊，这拄开始我会做一个表，去调查因细汉有比赛过啥物，啊，搁看因的英语写了有水无，吼，要掠迄个，就是找选手的意思啦，吼，啊，写华语安尼吼，啊，就是看因的程度，啊，做名卡，啊，然后即个是要互因算分数的，啊，搁有迄个小蓝本，会叫因抄语词搁俗语，啊，我有选班歌，所以我班歌我拢会做迄个歌词。吼，啊，行咧爱迄落啊，爱练习啊，所以我后来互因行咧，拢是徛起来，甲老师行咧。若要睡食果子，若要徛讲台语，语言是民族的宝贝，咱遮讲台语，好，真赞，坐落来。啊，迄落咧多谢的时，我是本地要叫因多元、尊重、包容、欣赏。啊，毋过因拢赶要上课，赶要上下一节课，我到尾拢是我爱台语。啊，后来佫。教了有感情啊，拢家叫因头前家加一句啥物？多谢老师，我爱台语，我爱秀容，家己用就对啦，啊无家长来抗议啦，吼，啊所以这就是讲，你甲囡仔感情，你会当互你的教室啊，还是讲你的活动吼，像这是查教典，啊书典我感觉纸本嘛足重要，所以我就是会互因查书典。吼，啊，这是我甲社团的教室搬落来，迄个下底教室，啊，这是新的教室，吼，啊，已经用2档啊，吼，啊，学生就是讲，我伫即搭遮拢会有人一人一格，啊，后来因要迄个积分表还是啥物加分还是啥，我就是拢藏遐，啊，迄簿仔袂记咧藏的，我嘛是拢甲藏遐，啊，这是去唱歌，啊，这你也看因咧手，因这是我咧唱歌，因咧手拢爱记咧，你即马教任何科目，我是感觉啊。你就是爱互因记咧，去认捌字，你的物件会当迄个食西瓜挂洗面安尼啦，吼，就是会当1减2个，吼，所以我会互囡仔来去
你莫讲安尼无效果哦。后来有一届因讲因要听迄个啥物坚持啦，因为咱有教着一课叫做坚持嘛吼。伫迄第3册遐，我因着讲坚持 only you，only you， 我着好，安尼咱来听坚持。我讲会互因听，我袂白白互因听。你绝对听了后，会晓写，我着拢甲听到一个较简单的所在，互因知影汉字要安怎写。要安怎写了后，拍拼起来会晓写，水会晓写，啥物会晓写咧吼？你会足感动的呢。虽然是简单的字，无可能像咱写文章。毋过上无因心内有台语，阁有即个口碑内底有一个调教，调教是要骂人，因唱即条嘛是咧等即句，毋过咱就是甲讲，恁敢知啥物叫做调教？我着甲三宗去取经调教，咱就是甲客家话佮甲用起哩。因为爱，因为你爱去迄个用着即个重点是爱，所以就是甲因讲，即个爱的部分，要安怎去爱台语安尼哈。好，过来我要提醒的就是讲。我咧教学的时，我阁会用一项物件，就是咱要用迄个名嘛，要用名、号名的时，除了家己的，阁有导师的，咱拢爱去线顶去查。作业的时，我着互因去找因介意的同学的名，也是偶像，譬如讲林志玲，迄拢伤久啊。因即摆甲你讲告五人，阁啥物，我好，会使，或者你要爱的，就是伊去查遐个名。刷了，我阁会耍一个游戏。为我开始，你好，我是王秀荣，就是讲林文杰伫倒位？迄个人，迄个林文杰就讲，你好，我是文杰，啥物人伫倒位？我的游戏拢袂足假赢迄款的，我拢是，互安尼会当入去做一寡迄个语言的迄个游戏安尼，互你的教学有动有静，要教一项物件，毋是你硬死甲因拢袂晓念，你也要气死无？就是爱互因会晓老师诶，迄个目标就是伫遮嘛，对无？咱的路用就是伫遮，所以就是互因甲厝里小可连接就好。你要派一大拖的迄个作业，你互家长骂死哦。我有讲等于甲家长讲3句好话，还是啥物，这是座位表，我会安尼用，也是内底有讲到迄个。就是我迄个啥物新住民的部分，我感觉，因为我的囡仔内底，我想到的毋是干那台语，我是想到我的囡仔内底有足侪是新住民，因来选咱的语言嘛，原住民来选，所以基本上我的教学我是拢用岛语言。这是学校的布置，要互因去感觉学校内底有物件，所以像即个 Bruno Mars 伊即个是迄个外国的歌星，毋过咱有教着我火星文嘛，我就甲因讲，因为即篇我家己就是去想着讲后壁要用，所以有迄个啥物迄个去太空迄篇内底有一个 Fly to the Moon， 毋过我互因唱英语，互因英语歌听的了后，我阁叫因甲英语翻译做台语。囡仔算甲偌欢喜的，阁会当讲着咱台湾的迄个太阳饼安尼总讲一句嘛，讲生活，阁有要教动物的时，我可能会讲着厝里较定定看到的遮个虫动物，我拢会去心内一直想讲爱甲因生活做结合。好，这就是讲，这是我的课纲，就简单的讲写名嘛，这是乐统嘛，这是口语来问，要安怎问？一个是你选一条，另外一条是 Q 口啊，所以有你个人的命运，嘛有你个人的选择，所以就出来。然后即个下底是互因口，就是去写因的心得，开放有部分会当用华语写，这是用课本的成绩，所以因就是阮咧在考试，这是当因足熬的，佮家己的教学笔记，动物位数我着教音标。起来教音标，因为你规套搁要教当时会较了时间，所以我会伫遮动物为师，动物会教咱啥物？教咱声调好，搁先煞甲因教有即个口诀，互因落去迄个标调好安尼。这是考试，这个考试，可以了摕迄个贴落空。即个是因有当时敬着的歌是华语的，我着甲翻译做台语的。本底是规段，毋过后来我感觉能力无够遐，阮着是考试的时有唱一段。啥物？你讲是人我若搁会记咧你，袂当唱伤济。好，就是类似安尼，骹球也是啥，拢会去。下底遮草我熟的是每一个单元每一课，我拢会选歌互因听。顶悬是班歌，下底是迄个经济课文，这火星文嘛，海音嘛，这咧讲友情嘛。
啊，这咧讲夜市啊，佮菜市啊，佮迄个臭豆腐嘛，伊迄篇足感动人诶，啊，咱一定佮爱找一个感动人诶，就是我互因听歌，就是迄个打狗乱歌团，吼，只要大家拢食台湾米，吼，安尼。啊，我迄个我唱歌，我会互登记，看我听过倒几篇，较袂记一安尼。好，啊，煞着我即马要互恁看诶，吼，就是迄个10块，我要安怎用即个？等下我先即大只。好，咱来看觅啊。我则爱先讲一个，你较会知影讲我诶课程，哪会安尼设计？吼，就是讲咱受用教学，即个受用是 competence，competence 即个 com 是一个集合体 ，pet 是竞争诶意思，啊 ence 是一个名词诶。字尾，所以你需要互囡仔培养的是一种竞争的能力。毋过，迄种竞争毋是甲别人打好死，甲别人安怎，是自动好、讲好，会当去社会讲出台湾的好，然后你阁会当伫遐有你的竞争力。好，这是我对受用即个个咱课工精神上简单的一句话解说。好，所以咱教囡仔，我咧教的是每一个我拢会想讲，要安怎互伊未来的生活。咱教本土语言，足惊你一直教古早的物件，你一定爱甲现代结合，因为有感受，甲未来结合，因会有路用。好，所以我教学我会安尼。过来就是迄个同整，同整伊叫做 integration。inter 就是你就是爱找一寡物件，啊，甲人做伙，吼，啊，你爱有主题，啊，迄个 immersion 是。浸水像咧馒头浸豆奶安尼，所以你爱互伊慢慢啊去了解即个物件。啊，因为这要讲会伤过济，我要甲你讲的就是，咱的全人教育是爱互因一个终身学习者，所以我拢会提醒家己，我就是定定去教典，毋是因为讲教典我有参加录音，是因为教典即个物件真正足好诶，而且伊随时拢用会着。吼，啊，搁学生真正我有派作业嘛，是叫因爱去咧查，所以即个部分因着会当去利用着一寡台语好诶、好康诶物件，啊，互因落去用。搁我搁会甲因介绍，即马台语偌请赢诶呢？你啊看金曲奖，啥物哦，拢甲因讲甲因感觉因无学台语袂使安尼吼。啊，这是全人教育，就是讲毋是干那讲发展家己尔，你去服务嘛是一种全人。搁来即个要提醒诶，吼。就是讲，你要设计时，你绝对爱到即个创作。你创作，你毋好干那伫迄个记忆，哦，即个艺术安那，即个艺术安那，我一定一直做久，一直做久，做久到因生活中的运用。这是你咧设计爱注意。过来19项议题，我才减一字。这是108年的时出来的物件，吼。所以你家己，你爱知影，咱即摆已经113年，已经经过5冬啊。古早的时，9卷的时，为6个议题到7个议题，到近19项议题，以后一定搁愈侪。所以你即代的时，虽然这物件是足新的啊，毋过伊悠远搁是旧的啊。啊，要较新的物件，你则爱融入嘛，你一定爱融入的。你的教材较会甲伊的生活结合。你若讲哦，我即课全部拢无融入19项议题，安尼你即个教材，你的教案是失败的，你甲因的生活拢无关系哦。安尼你咧教语言是咧教啥？吼，对无？好，啊来，就是讲，咱较新的物件，就是即个 SDGs 内底佫无写着 AI 咧，无听着以后佫有。吼，啊当然，伊是一种啥物伙伴啊，是啥物关系？吼，啊上无软化，咱19项内底嘛无啥讲着，毋过才会可能以后会变。吼，啊这毋知影啦，咱就是讲，国家教育研究院因会佫落去用，吼。啊，这是台语版的，我家己甲讲的，无散车零幺机，啥物健康有品质、性别平等，即款的。好，啊，伊的顺序是第1，上基础的到17，所以伊最后要追求的是即个物件，17项，第17项。你像我这，我拢家己一直爱去看，吼，较会了解。啊，即个是讲你爱有迄个美感经验。啥物美感经验？毋是做美劳，毋是讲去做一寡美术的物件，是你爱互囡仔因有体验。啊，学囡仔回去就会讲，家长就会对你有信任，你家己嘛感觉你家己有价值。吼 ，OK， 好，啊，咱即摆来看吼，就讲你咧，这个是布袋戏红啊，我就莫讲啊，吼，就讲咱以这个咱来读图内底。你若因为咱若讲任何一间的版本会惊无公平啦吼，咱就是以这来讲。就讲你一般咧写时，你爱记
咱是语文领域，本土语文、闽南语文，足侪人迄个文拢袂记住。你袂记住，所以你的教学内底，你就袂记住去甲用文的物件，吼。你爱会记住。过来就是讲，国中7年还是8年，我这是因为是拢会使用啦，吼。过来就是吼，伫即大家要写的是我的设计理念，我拢是先写一句，你看，10箍。互看袂起，我这是用华语写啦，因为咱教案的定义毋是家己看有尔，你爱互想要去做的人看有，无定就有华语想要接触即个台语的，伊嘛是会当试看觅安尼做，增加伊阅读的速度啦，无你若要去考试，你嘛是会当用台语写，我拢会建议我的学生写2种版本，我摕的即本是迄个华语的，好，写一个主轴，然后甲我要安怎教。小可讲一下，最后你阁爱一句，你要教的情谊的目标是啥？所以我大家，这毋是目标，这是理念。毋过你咧写的是一定是你的大理念，刷落去安怎发展，最后你希望得到啥物？这才是你的理念嘛。拢是哪像咧3段论法安尼，好，过来大家是你的总讲甲即个领讲拢爱配合无好势。有的人大家有。才有一个 A1、B1， 下底甲你付出4万，安尼足奇怪，这袂使，爱配合无好势。阁才听讲读写，我拢4项拢有，尤其是教国中的一定爱有。下底即个白话文来讲，就是学习表现，就是学生要学啥，学习内容，你有无感觉是学生的代志？这是老师要教啥？白话文是安尼，议题融入，你爱甲看，这是实质内涵。你著去看迄个，我可能无时间带恁去看五宝，就是讲实际上去看迄个议题议题的手册，伊内底伊才是要爱实质内涵，所以你毋好写为其他别为伊的主题还是啥，这是议题。另外，伊中阁有一个主题，咱要爱是。迄个内涵，所以你爱写互好势。你遮若3项家庭教育，啥物，你下底你遮就是拢爱迄个用互对应就对啊。毋是讲我遮有家庭，遮下底突然间甲用一个环保，安尼足奇怪诶，你拢爱对应互好势，遮嘛是爱对应互好势，好。过来你学习目标，足侪人咧写诶时拢袂记住，因为咱写教案有2个足重要诶所在。第一个拢是共款是3段论法，引起动机，过来就是你的发展活动，最后就是你的综合活动。然后你的目标嘛是3项：认知、机能、精益，这3项。所以你咧用的迄个用词，你也看即个认捌、理解、笼统、运用，这就是机能的分享。最后是你的精益的部分，会当积极。个态度，阁有你的习惯，所以你这用词，你爱转去倒位找，就是爱转去即个部分我会当甲我即个Word档互恁因为即个Word档互恁，恁就会当去了解讲，喂，等下，我拄则无开着安尼有看到我甲用较大。即个部分会当Word档互恁，可能恁参考啦。恁若有其他因迄个单位要比赛，还是要啥物有因的格式，你就是用迄个格式。毋过我感觉即个当初嘛是阮去训练的时，教育部因上初期的时，互阮的格式，我感觉迄个逻辑性足好诶。逻辑性足好诶，就是你一定爱先知你要去倒位嘛，然后要坐啥物交通工具嘛，爱炸啥物物，囡仔要看啥物嘛，你爱炸啥物物件，互伊诶旅程较好嘛。最后就是讲边仔佫会当看到啥物风景嘛，深度旅游嘛。然后你拄则敢真正有好，佫会当爱买啥物乌米仔个嘛，佫家己诶啥物物件用来，最后你诶目标敢有达成要好耍爱台湾甲啥物安尼所以你遮用词，你拢爱甲顶悬才配合好势，拢是伫顶悬才动词建出来诶，过来就是讲，你即个教案咧写诶时，你绝对是拢即款3段论法。拢是安尼。你的展词爱用好，因为有的人规个拢甲刻来边啊，你的阅读的迄款 typo 就无啥好。
吼，过来你比如讲即个你的展厝、大衣，这拢爱用个好势，吼，你的展厝拢用好势，啊，毋是伫遐用迄个，我感觉足侪人拍字，就是拢用迄个啥物 space bar 伫遐切，毋好，你直接有段落会当用，啊，当然恁若无去嫌，我即份就是会当互恁，啊，恁就是会当照安尼。因为有辅导员、指导员，拢有可能去看你教学，吼，你无可能逐课拢安尼写，可你需要写的是你爱展现你的专业，吼，你爱展现你的专业，所以这部分你嘛无需要写到7项，你若无需要，这就拢甲汰掉。啊，搁要甲恁提醒的是讲，你这个时间伫遮，你爱对应的好势。我为遮要开始，我就是为5分钟。你遮要找啥物假死出来，你就是为遮开始，拢爱对应的好势，吼，啊，莫互走去安尼。刷了就是讲吼。咱即个你的用语，吼，我毋知影别人的训练安怎啦。毋过以我自古早英语课训练，佮后来的训练，佮看册，吼，就是讲你的语言你爱足清楚的，较袂哩哩啦啦。第一个是告诉你要做啥物，这是所有语言的基本句型，吼。主词、动词，就是动词结构的迄款感觉，所以主谓结构，啊，咱就是讲老师你要做啥物代志，啊，学生爱安怎，吼，所以你也看我这语言拢是安尼，老师引导学生安怎，吼，啊去找啥，老师安怎，学生安怎，请学生安怎，这拢是爱有清楚，毋是写你家己捌，有的人是哪咧写outline，这拢是毋对的。吼，好，啊，过来就是讲，要提醒的是即个发展活动。我即课我要教10块一篇，要教10块一篇，你应该是爱包括你的课文，佮有你的语词，这拢是你要发展的物件。你甲教好了，你袂当讲我甲语词藏来你的综合活动。综合活动伊是要复习你头前遮个引起动机，吼。发展所有相关物件，你甲合做伙，用一个游戏也好，用一个迄个看一段影片，听一条歌来甲因问答。吼，啊，当然你爱相关的，你袂当黑白听吼，爱相关啊，甲因问，互因知影讲哦，因有学着。我拄则定的目标，就是你爱。因为我最后即篇有写到迄个高雄10块便当的阿嬷，所以我是要希望因会当珍惜，毋是10块尔，就是你爱惜食嘛，吼，啊参与家庭的生活，啊甲做人，啊搁爱珍惜搁做人就对啦。吼，所以你互伊看的即个影片，譬如讲我选的，我才有列3项，毋过我拢会讲，若有时间，我后来选择的是看消防局的，啊搁有甲因讲即个作业。吼，啊，即个啥物迄个财务经济这，因为我着甲想讲袂赴啊，互因做一个迄个家庭作业安尼，所以我互因听音乐啊，因为你上课有当时学生会发生啥物代志，你无一定嘛，所以你家己拢会小可春秋，这就是美学着对啊。那像舞台剧，演员伫咧演的时，你有可能一个迄个演员甲你忘词，吼，还是讲伊甲你有另外一个动作出来，你爱接。吼，所以咱接学生囡仔所有的动作，这嘛是一个教学的能力，就对啊。所以我互因听音乐啊，听下了后，去甲因讲，问因讲有啥物感动的语句，好，啊是安尼音乐啊安怎，你得规个甲伊的迄个10块，会当做伙安尼。啊，咱就是讲要解说即个综合活动，有足侪人叫啊是语词，吼，啊你嘛爱甲语词发展做另外一个游戏，安尼有当时啊佫会使的，吼。啊，伫即搭遮语词，我头拄有讲过，你要发展的是，你毋是干那伫遐背语词尔，你内底可能爱互伊到迄个创作的迄个阶段、认知层次，哈，啊，搁有就是互因落去用遐个小字典，啊，落去做一寡迄个游戏的延伸，吼，10块会当买啥会当买啥，吼，这就是大概讲，我若用这篇，你会当用落去做社团的物件，你若设计即款一节课的物件是拄啊好，我感觉是真拄好，吼。语社团嘛是算一节课。啊，你啊看我互因的迄个题目，当然我即个是用我
咱来读图内底的文章，就是用即三个迄个文档嘛。啊，你若要互伊搁较简单的，无要互伊遐迄个，你就讲好，你若有10箍，你即礼拜有用10箍做啥物好代志安尼？吼，类似安尼。好，啊，咱来看吼，即大家我意思是讲，即个物件会当安尼设计。啊，你若准讲是伫你咧上课的时，你要上一个甲数字有关系的课。啊，你感觉讲，使用即个10箍即篇文章袂歹，因为咱需要去训练伊的合顿音嘛，所以迄个执安尼就是互因去练。你感觉即篇袂歹，会当摕来做一个延伸一个。好，你即当阵你就无需要用甲像我即大家哇，甲伊做社团一节课咧用，遮澎湃，知影无？吼，你爱用的是啥？紧的哦。甲迄个啥物，就是迄个文章听过了后，啊，甲因感觉有迄款感受，听会出迄款感受啊。你啊看，所以迄个10箍便当的阿嬷，请问你若准讲是迄个阿嬷，你敢会袂骨力倒老仔厝去甲迄个就是互高雄港遐个工人食会饱，互因去发表，安尼就好啊。听一个文章，你就差不多7分、5分、4分钟，问一个，甲囡仔来讲一个，啊内底若要甲因强调迄个杂的音，你安尼就叫做综合活动啊，安尼知影无？好啊，所以你啊看下底遮就是我10箍，吼，我有互因看即个延伸的部分啊。第二讲我谈到教案内底，我即摆甲伊用做简报来甲恁讲，我互因去看即个何信涵老师即内底迄个。啊，因为因若片伤长，我拢会设定我要看遐停止就好啊，吼，安尼。啊，你逐工一句啊，是讲咱群组顶悬足侪人咧传迄影片，有诶袂歹，拢会当用。啊，佮甲数字有关系，吼，啊，佮甲笑话有关系，我拢会去设想啊，甲藏到我诶教案内底。啊，佮有迄个10箍会当互伊落去竞争，吼，落去做一个游戏，吼，啊，落去买物件安尼。迄个啥物电视购物啊，因一项10箍的物件啊出来介绍讲要安怎用。好啊，因为恁觉啊，即个就是萧煌奇的歌，吼，大家会当落去听，啊，会延伸40外钱，吼，要安怎用？好啊，可能咱即摆44分，啊，我阁要互恁看一个啊，吼，就是讲你若用课本教学的方式，吼，你会当安怎阁落去？谈到我讲的迄款做延伸的部分，好啊，我先伫即大家吼，先来互恁看讲，咱要经互少年囡仔因遮的物件，你爱有影有声的上好，10分钟以内的，啊，佮甲因生活结合的，啊，经少年的知影的歌，吼，因较新的物件，啊无有当时我就是哪经，啊，我就要互因听港语的歌，啊，你爱互因安尼教咧食就对啦。吼，食鱼食肉嘛，着菜教安尼吼，啊，我有坚持啊，这是迄个教海音的事，吼，啊，因为我要介绍咱公司台语台足侪好节目，吼，啊，食珍珠芋圆拢会南大冰嘛，所以我会互因读一篇啊珍珠年茶，啊，即摆我要甲恁提醒的，啥物叫做甲文学结合？就讲像我咧互因听即个珍珠芋圆，我甲因讲即个是为虾米伊的第一集是一人一半？像即款的物件，我会去讲西洋生话，因为咱要找另一半，这是因定定听到的，也是 Mr. Right 吼。因为咱迄个生活是讲，咱人本地是4骹4手，啊，伤过厉害啊，啊，做事就感觉袂使，所以就甲人破一半了后，所以咱人规世人拢咧找家己的另外一半，毋管是嫁娶，还是讲家己心理上迄款身心灵的迄个找找就对啦吼。我会甲因讲遮，像即个台语歌，我毋是干那互伊听尔，我听下了后，我会甲因讲内底啊，做假就欠，做人就变，吼，迄内底是啥？阁有因的舞蹈内底，毋是干那。伫遐安尼秀咧尔，伊迄是甲农作的迄个耕作有关系，吼，像安尼我拢会去甲因讲就对啦，吼，好啊，过来就是讲，咱来看即个若算讲是你的课本内底，吼，到底我迄节课我会安怎来用，吼，好来。这是我公开授课的物件，啊，因为因有班歌，
入教室，因就会听着家己的班歌。啊，坐好势，我看人差不多啊，可能听到一半，我就甲因讲，好，安尼是咱先停。今仔日谁无来，名点点的了，好啊！即摆开始，佮甲班歌听一届，我就开始落去伫因的歌词转音啦，吼。啊，然后每一课我可能，譬如讲我即课是要上做运动，我会复习头前的。啊，我家己因为家己爱写嘛，吼，所以我就是若要精壮去健康，咱要出去做运动，行路拍球足侪种，看赢规工耍电动也耍电动，吼。啊，就是讲头前遮个布袋戏、歌戏，我拢会家己写一款趣味的念谣，吼。啊，这就是用中原调来甲唱嘛。啊，公带我去看戏，等，安尼吼，就是铁三角玲珑安尼吼。好，啊，过来就是用的了，甲迄个汉语甲用起来，啊，剩罗马字，啊，因就是读罗马字。啊，伫咧袂晓读啊，你着紧来甲救一下安尼吼。咱是要互伊有趣味，毋是要甲伊考学倒。啊，这你着袂当用，拄开始用中原调唱，因着软去啊。啊，伊着讲。啊，再安尼，我有讲好啊，咱来用。听讲女士时常做运动，啊，咱就若要精壮去健康，最后就靠赢规工耍电动啊，耍电动，你就是黑白甲，就是伫遐人因安尼啦吼，就是真好耍。啊，所以我会用即个学校的景来讲，即摆恁看到啥物学校的球，因为囡仔英语比台语较好，所以我定定拢讲，咧教册的时我会。因若用问我讲迄个是啥物意思，我袂用华语甲解说，我拢用英语甲讲甲因知安尼。所以可能无一定恁惯势讲英语啦，毋过你会当用佫较简单的台语，一直甲因讲甲因捌。所以像我这我就是简单讲，来 basketball 的台语安怎讲，因着讲篮球，因袂去讲篮球。所以囡仔的习惯是老师你去建立的，吼。啊，像这阮学校佫有这个游泳课嘛，啊佫有木姓句的特色，所以我拢爱去教。啊，因为迄阵叶教练也是就讲这拢足有名，我拢会讲。啊，甲英语结合是 Which do you like？ 吼，啊，所以我就讲你介意啥也是啥，咱就是即大家拢是叫因用台语，英语也是敬人，这拢是会使。啊，搁阮还有体育班，啊，你就是为用即张图是要创啥？互因知影讲，请问即内底你要验收嘛？请问即内底你看到啥物球？啊，就看到即个篮球，我讲有几粒，或是迄个粒嘛，对无？啊，伊就讲3粒，即个哪有无球？啊，囡仔就足趣味讲，迄藏伫腹肚。我讲你莫共踢笑，因为即个人伊是学无兴趣的，所以咱的身材甲你的运动有关系。毋过拢是为学校来争取公赢，互五方行路有方就对啊。啊，落去做运动，落去记字，然后我甲因问的物件拢是足简单的，因为课本无可能像国文老师安尼一直上，所以我拢是问互因。会当去理解即个文章，啊，去感受到即个台语文的水，啊，佮感受到迄个内底伊要教你啥物，你爱先去了解教材，你较知影你要安怎用上经济的时间落去做上济的工课，吼，啊，问的囡仔就知影啊，啊，互因分组落去看因的优点，咱一般分组拢会讲啊。经3项，经5项，我讲咱干那一节课尔。我经2项，我就感觉伤济，毋过经1项佫伤少，所以我就决定2项。然后囡仔安尼讲差不多，也是你真正讲1项优点，1项爱注意的代志。你的课程，你的分组时间、分组的时间，就会当伫咧7分钟内底、10分钟内底，一定会当结束。所以你爱变巧，台语干那一节课尔。所以你爱互迄节课袂当讲伤过济话嘛，袂当讲一直伫遐教示囡仔是安怎，你就是迄款节奏爱推了较紧。过来是我互因听人先起的再出发，吼啊，然后迄个我要互因听，咱来读内底一工趁1万，伊内底有讲着基证一工趁就是一工1万步。啊，过后来时间吼。迄讲我就是拢穿较澎湃啦，吼，啊，就较有准在安尼。所以即篇第迄工拄我表也毋知安怎，我有互因听歌听了后，我就讲啊，安尼因讲，我讲安尼要来听文章啊，结果无听着，我讲好，安尼咱后摆较听。毋过我要试验因敢有学起来，所以我就叫因讲安尼，因为即句我家己写文章，我知影重点伫上尾即句嘛，所以我就叫学生甲即句拢就是。清唱，所以因就讲好佳仔，即马有健康表啊，通约束无啥会晓念，我就是会甲扶一个约束。我一工1万，我一定爱拍拼，袂当枵塞，啊，因就对咧念，爱认真行，要变好个。
这种基本的是，我学生囡仔即摆因是会当读台语文章的，吼，所以我意思是讲，咱只要有心，吼，愿意就是讲，落去吼，互囡仔机会啦。毋管你是要教练会啊，还是啥物吼，拢会使。我想讲，即摆51分，佫有几分啊？是互恁看一下，我教授就是生做差不多即落型，这是大字报，这是迄个坐好正伫人听讲读写，这就是迄个扭落来了后，就是创物件安尼，迄个等下哦。我昨有想讲，来拣一寡小可相片，互恁影一下安尼啦吼，较袂讲我，嘛是分享啦，分享一下安尼吼。后来，这个哦，这伊家己签名，就是最后一节课，我顶学期的最后一节课。结果因就去咧表演了后，全部拢离开啊，窗仔门帮我关好啊。即个囡仔伊是台语足好的囡仔，嘛足古锥的啦吼。伊就伫遐头唱迄个现安，迄个爱教伊受用，因为我定定拢会甲囡仔伫遐讲。虽然你讲的是爱互囡仔知影，你不要当违反宪庭咯，毋过因拢知影讲是爱台语，爱即节课爱受用安尼。这后来我较发现的，我感觉真趣味。甲这是伫即间教室查书店，这是我家己班级的教室，就是讲迄个名有英语也有台语安尼，这是一个活动，因为我最后一节课我拢叫因爱写，你家己台语学着啥物语句，你爱写起来，去搭伫后壁遮，这就是我台语宝贝，因为即班要毕业啊。我以前若报备，就是拢，这是正经的就在地报备我就会去讲一寡台湾文化的物件。这是因咧记，因咧记。这是考试单第2学期的。这是10块嘛。我就会讲到迄个音乐的部分。要唱歌进前先讲一下。这是教室的布置的，有心拍照照真长，有心开山山真远。这班级的教室。这是作业簿啊，有写一项就5分，所以伊拢100几分。台湾地图足好用。这是迄个艺术展览，伊讲自翕嘛。自翕，我讲好，咱来自翕一个。阮就伫遐自翕安尼，就是拢甲因算，就放一寡囡仔物啊，互因用安尼。这是有甲上着一寡地图，配合母亲节，像我以前社团的物件，囡仔的名拢搭伫顶悬。这就是配合母亲节最后一条，就叫因讲母亲节想要甲阿母讲的代志安尼。这就是坚持，这是抽考嘛爱甲写台语，搁这迄个。人分，阮嘛有讲，这是下底迄排，下底即排是咱来读读，顶悬是我咧唱歌。有当时上课本无法度遐济，这是帮因写情批，用语词写情批。迄个啥物国腔翕课啊，我着家己用遐语词，家己伫遐写情批，因为我敢若会晓文的嘛，着家己伫遐写情批，去听着倒一字着拍字安尼，拍迄字。这是咧听我咧唱歌，这是迄个。阮唱歌，这是阿爸的饭包，因为咱阿母的白头鬃，你一定爱教阿爸的饭包迄条迄个向阳老师上赞的迄个这是阮家己的班7日，我着佮甲用一粒爱心安尼。好，这大概就是讲，教囡仔足好耍啦，这是囡仔写，这个毋知咱爱甲纠正，类似安尼的物件。因为即马是55分，安珠老师来帮我做一个结论。我想讲，大家等下有啥物问题，也是等就是阮师傅甲咱结论了后，恁较有提问，较来提安尼。我即马最后一句来讲，咱的使命感咱的热情，咱来做学生教伊的老师。因为你若学生有介意你，伊绝对会读你的册，会读你迄个科目，尤其是国中小，你爱去吸引学生介意你，毋是水歹，咱人的水歹会留，毋过你的精神囡仔会感受。台语咱要教的是精神，毋管你是毋是用我的物件，你就是会当互伊落去。安尼，所以我感觉我应该爱甲伊留大一页，做台语的永远的老师安尼。好，安珠师傅，请你做结论，歹势，拢互恁一直听。
恁甲甲恁家己转去听哦，萧煌奇、江辉，啊，佫有足侪人的歌，我感觉足好听，台语足好听。好，安尼我着到遮，拜托老师甲我。录音你有野手，你是啥物问题？孙录音，孙老师。真对 ，OK 好，来多谢秀荣，互咱一寡教学经验。即马就是讲，我伫现场看的物件，就是讲教语言、教文学吼，即个是讲国小甲高中、高中的差别。不离个足侪人拢用国小迄套伫咧教高中吼，包括足侪囡仔，逐个拢走去变手语社吼。我即马烦恼甲吼，所以嘛讲，逐个咱教秀荣学习。就讲会当的教学，互囡仔感觉有趣味，因为趣味是上好的老师哦。啊，有人讲要请秀荣分享好本，啊，这应该会当摕互关怀，啊，关怀放伊个网页顶头。秀荣现在啦哈。好，我会当用部分，好无？好。好来啊，关怀基金会只有一寡问卷啊，麻烦大家当甲签的吼。啊，再阁有其他老师对秀荣头讲的这物件有啥物问题无？听作业吧。哦，考了，来。我想要问秀荣老师，若讲吼，咱伫上课用英语、台语安尼转换，是毋是讲效果较好？就是家长袂排斥，啊，搁变做讲，嘿啊，就是讲best kidable，叫伊换做因台语安尼是毋是较有效果？老师，我敢是直接回答。对啊，你直接回答。好，我甲你讲哦，因为你的科目，你爱有科目的责任感。像我家己，我上英语，我会小可用到台语。啊，毋过你无考，你若英语课，你一直甲台语的成分伤过济，我敢可能用到几个啊上迄个单字的时，啊，就是甲因安尼趣味，迄拢干那做趣味尔。啊，你绝对袂当违反你本来的科目的精神。像我上辅导活动，我嘛是会用台语哦。啊，毋过你咧做测验的时，你爱足专业的，你咧宣导即个测验的迄个方式、佮规矩的是足重要的。你绝对无可能去用台语，啊无会防抗议。啊，你即摆咧上台语课，我会用着英语，毋过我袂去讲去调工等我家己的英语，我的课是台语课，所以我比例95%以上拢是台语。啊，是安怎用英语？我头拄仔有讲着，因袂晓的时，因甲我问讲，这是啥物意思？我无想要用华语甲因解说，我就是用简单的台语、简单的英语讲甲因捌。啊，若真正讲甲毋捌啦，较不能句啊华语安尼。嘿，你爱科目的精神爱抓好调，毋好互过。对啦，这个是学习的迁移哦，学习迁移，用伊会晓的来发展伊袂晓的物件，用到理论。啊，毋知各位有啥问题无？若无问题吼，咱后礼拜要请老马吼，王庆荣帮老师来甲各位介绍白话字内底一寡假设，这嘛是一个真趣味的物件。啊，咱今仔日上课就先上到这，多谢秀荣。好，多谢大家，多谢安珠老师，多谢大家再过来哈。好，再会。谢谢老师。祝福大家教学顺利快乐。安尼才，老师谢谢老师。老师爱欢喜，囡仔才会欢喜哈。对。